机会，善事的这样财施了业障。那如何鼓励他财施？你不要说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就说跟他说，有人在问，有人在问哦，为什么我们正和书院这么多人，每个礼拜每天都这么多人来，要花这么多钱，他的钱从哪里来的？有人在问你不要说怎样，你要鼓励他行财施，你要跟他有人在问，借这个机会跟他教，因为有些很多人自己在道场上受益之后，感动到道场，他们认为应该来付出，所以他们呢，就来财施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类似这样，他听了就懂了他有感动，他会付出。好，法师可以增智慧常常讲好话，你的智慧会越好；常常讲好话，你的智慧越高。你看那个智慧的智有没有一个知识，一个太阳？你的知识像太阳一样，扫掉人家心中的脏东西这叫智慧。无畏师可以了苦根。如果你在道场上修行，人缘不好，然后你做得很辛苦，人家还是不喜欢你，就是你的苦根不够。你的苦根很多，要了苦根。了苦根怎样？你要常常来扫佛堂啦、拖地啦、无畏师付出，你人缘会越来越好。最重要是我们带的这个人要让他广植福田。广植他的福田，他的生命就会改变。当他生命改变了，他就会跟你来道场了，这是很重要的好，再来呢，这讲过了消业障，让他能够去行善种善因，越行善了越，这样他的消除他的业障，那呢就是陪同辅导成全的怎样一个内涵，让他有力。